我哋而家使用左線行駛，準備離開香港駕駛學院，前往河畔線進行練習。喺接近沙田路路口前，路面最左邊增加一條只准左轉嘅行車線。遵照路面標記指示，今次我哋選擇左二線直駛。按照河畔線嘅既定走法，喺安全情況下，開始逐步轉換行車線至最右線。按照燈號指示，我哋準備用最右線右轉沙角街。一陣我哋右轉之後，就會知點解要用最右線㗎啦。沙角街有兩條行車線，我哋選用最右線，方便我哋喺短距離內右轉江背街。江背街係一條雙程路，各有一線。我哋首先要處理停泊車輛，小心左右兩邊可能有行人閃出，同埋盡量唔好影響到迎面行駛緊嘅車輛啊！小心唔好影響迎面車輛之餘，要多啲望鏡，留意尾隨交通。如果唔係咁啊，可能會出現好危險嘅情況。我哋準備按照燈號指示，使用左線從圓洲角路左轉大涌橋路，小心轉彎嘅時候預留空間俾右線一齊左轉嘅車輛。左轉沙田圍路之後，我哋沿左線行駛，提升車速，視線放遠。如果預早見到路面有道路工程，小心其他行車線嘅車輛強行超越。選擇藍色小瀝源方向標誌指示行駛，多啲望鏡，了解尾隨車輛嘅動態，小心可能有駕駛者臨時改變行車線嘅選擇啊！繼續保持向前直駛，留意路面標記，左邊兩線都係只准左轉，所以我哋選擇第三條行車線直駛。
準備下一個路口左轉牛皮沙街。由於左轉後我哋會一路直駛，所以我哋選擇最左線準備左轉。繼續沿牛皮沙街直駛，視乎交通情況，可以選擇適當嘅行車線行駛。路面已變為3線行車，由於我哋右轉後會選用左線，所以我哋選擇用中線喺路口右轉插維干街。由於喺下一個路口我哋要右轉，所以喺安全情況下，可以預早選擇轉用右線。準備喺前面路口右轉小瀝源路。由於右轉後我哋會用左線，所以依家我哋選擇中線準備右轉。右轉小瀝源路後，我哋會選用左線。轉彎嘅時候要多啲望鏡，留意喺右邊一齊轉右嘅車輛嘅動態，預留多啲空間俾佢。小瀝源路係一條分隔雙程路，由於喺下一個路口我哋要右轉沙田圍路，所以喺安全情況下，我哋會預早轉用中線。我哋選擇用中線，準備喺前面路口右轉沙田圍路返回學校。返回學校前，預早將車速慢慢降低。手波車嘅學員要留意，除非前面有慢車阻礙，否則可以使用二波配合輕力腳掣駛入學校。選用左線返回學校後，發出左轉信號，然後再左轉。視線望遠，準備喺前面避車處靠左停車，路面暗斜，記得停車後要拉緊手掣啊！預祝你考試成功！